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卡哥。你知唔知道香港人喺台灣都可以申請自然人憑證呢？其實喺2016年開始，外國人只要喺台灣滿18歲，同埋有居留證，都可以申請外來人口自然人憑證。但係乜嘢係自然人憑證呢？自然人憑證係由中華民國內部憑證管理中心所簽發嘅 IC 卡。主要係喺網絡上面進行身份嘅認證，確保使用者嘅身份，方便外來人喺網絡上面使用政府或者生活各個嘅服務，譬如係線上報稅啦、勞保線上服務啦，同埋線上辦理出入國日期證明等等。不過其實就唔一定要申請嘅，你可以因個人嘅狀況決定。如果你係長期留喺台灣，有一張呢就係會比較方便嘅，因為呢有好多政府嘅網絡服務都會用得到。申請自然人憑證好簡單，只要攞住你嘅居留證去到移民署嘅服務站提交，而且核實身份，就會攞到自然人憑證申請書。呢一張紙千祈唔好唔見，因為呢上面會有寫用戶嘅代碼俾你去登入。現場提交之後，隔日嘅15日之內，你就要登入去網站，輸入個人嘅資料同埋用戶嘅代碼，而且用信用卡又或者金融卡去完成線上繳費，費用係250蚊，再加掛號28蚊。大概等7至到14日呢，就會以掛號嘅方式去寄俾你。而收到卡之後，你就可以去到外來人口自然人憑證個人化網站專區，但係要記得要自己準備讀卡器，而且仲要安裝自然人憑證嘅卡片管理工具，而安裝管理嘅工具呢嘅網址就會放喺資訊欄。點選自然人憑證線上開卡，核實個人資料同埋輸入使用代碼密碼，咁你就完成開卡啦。而且順便你可以改一下你嘅使用代碼，就唔使成日留住嗰張自然人憑證申請書啦。外來人口自然人憑證有效期為5年，期間內如果居留證到期未續，又或者註銷咗，內政部就會主動廢止 IC 卡。又或者期間內你成功定居，攞到台灣身份證，設好戶籍之後，就要另外再去申請本國人自然人憑證，親自攞台灣身份證正本，同埋費用250蚊，去到屋企附近嘅戶政事務所專屬櫃台辦理自然人憑證，有效期同樣為5年。再提醒一下，自然人憑證並唔一定要申請，你可以根據你嘅個人狀況而決定。我自己就主要用喺線上申請出入國日期證明書，因為主要俾公司或者銀行證明自己喺台灣已經超過183天以上，稅率就唔會扣咁多㗎啦。呢一次嘅影片就去到呢一度，希望可以幫到大家，亦都歡迎分享俾有需要嘅朋友。如果想知道其他更多嘅資訊，除咗記得 like 同訂閱，亦都歡迎喺影片下面留言，等我知道你哋想知道嘅資訊。我哋下次影片再見啦，拜拜。